来追我呀，妈妈！你别跑，给我追！嘿嘿！我看不到了，我失明了，看不到了，失明了。中堂大人，还不快给我抓起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走。楚哥哥，谁让你出门的时候诅咒我？现在我该怎么办啊？原来是个小丫头，刘妈妈是和穆太大人一起离开春风院的那个姑娘，就是她。回中堂大人，就是他。你别老这么盯着我看呀，盯得我心里直发毛。冷静冷静，现在一定要冷静。大胆妖女，你把知府大人弄到哪儿去了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若有半句假话，我……妈妈救命！妈妈救命！哎呀，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知府大人的下落，我可以向中堂大人求情，饶你不死啊！快说，真的？快说，快说！行吧，那我说，那日知府大人呢说要带小女子去一个好去处，当时小女子开心极了，还以为从此攀上了高枝，可以无忧无虑了。可谁知道知府大人却把小女子带到了一个特别偏的地方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也许知府大人的正事太厉害了，想要收小女子做外宅。可是这马车跑到一个小树林，知府大人自己下去了，让小女子在车上等他。这小女子啊，就偷偷掀开车帘子，就看到知府大人跟一帮黑衣蒙面侠说些什么。黑衣蒙面侠？那他们都说些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谷啊，什么王啊，什么蒙，什么他们是不是在说明珠谷、晋王？对，他们说的就是这些。这明珠谷本是反抗朝廷的一个秘密基地，这晋王应该指的就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所封的那个李定国。后来这个永历帝被吴三桂给绞杀了，他就诈死逃亡，纠集了一帮乱党，一心妄想着反抗朝廷。那难道知府大人的失踪与那群乱党有关系？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他们好像还说了什么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没有后退之路了，暴露就是死之类的话。难道知府大人？我早就怀疑这些个归顺我大清的降将之中，难免有心怀二心之辈。这个穆泰原名叫孙福，本是李定国的二儿子李嗣兴的心腹手下。这件事情必定是李定国指使的，他假意归顺我大清，现在却勾结了一帮前明的余孽。丫头，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你给我仔细的想想。他们都是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，我也没听清楚。但是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名字，他们每当说到这个人啊，
声音高涨，义愤填膺，还破口大骂呢。他们在骂谁？他们好像在说什么敖王八、敖乌龟，还敢称自己是第一勇士，早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小丫头，你别害怕，你给我往下说。后来呢？这后来啊，小女子就听明白了，好像是知府大人想带小女子去那个什么明珠谷，刚才说的明珠谷，但是那几个黑衣人呢，偏是不让，他们让知府大人把小女子给杀了。当时我怕极了，这个时候，知府大人旁边的卫队长直接把刀就给拔了出来。驾！你来驾马车，我去对付他们。我不行，我不会驾马车。想死就快点，抓住缰绳！快！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小女子就拉着马缰绳，一直跑啊，就听到后面刀剑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就跟着马车一直跑。这后来马儿累了，停下来了。小女子怕他们赶过来，把我杀了，我就跑了。这个卫队长，是我安排在孙福身边的一个密探，多半是他发现了孙福和乱党勾结，所以这个孙福才会杀人灭口。小丫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去报官呢？啊！我害怕呀，一个是知府大人，另外几个是歹徒，我怕我去报官以后，反而会送了小女子的命。那我问你，你后来怎么又跑到京城来了呢？因为小女子不敢留在元州了，小女子怕他们追杀我呀，我就想说，要不要回京城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呢？但是京城这么大，我找不着啊，就只好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过日子了。中堂大人，您说这丫头说的这番话可信吗？此事涉及到诸多复杂的背景和隐秘之事，绝非一个普通的小女贼所能够知晓。可是她又说的这番流畅，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谎言。大人，小女子再也不敢了，小女子再也不敢偷了，死也不敢偷了。大人，妈妈，帮我劝劝大人，别杀了小女子啊！这是小女子以前偷的，全当孝敬您的。帮我跟大人求求情，千万别杀了小女子啊！妈，中堂大人，您看这丫头该如何处置？且先不要声张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小丫头带回府上再说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主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奴才到慈航药铺去传话，药铺的掌柜跟我说李少侠他失踪了。易环失踪了啊！药铺的掌柜说，李少侠的哥哥现在急得团团转，正在安排人四处寻找呢。来吧。不是吧？你去给我拿2个白馒头。哟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哦，您不会以为您还在天下第一楼上冲大爷呢吧？妈妈，我刚才在9楼对您多有不敬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我还孝敬了您2锭金元宝呢。所以呀，我才来给你送2个馒头啊。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。2个馒头换2个金元宝，这馒头也是我见过最贵的了。不过有馒头总比没有强。
起码不会被饿死。吃。这些馒头里再加几片烤鸭，哇，那烤鸭的肥油，在嘴里流淌着。哟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吃呢？哎，你就不怕这是你最后一顿晚餐？怕怎么办啊？怕也得吃啊，总不能这样等死吧？妈妈，其实这京城啊，有不少小肥羊，都被我宰过。我在住处啊，还藏了些钱，要不然咱俩平分？不行64，我4你6行了吧？不行，你就是全给我，我也不敢放了你啊！哎呀，这钱再多，没命花了，也没意思了，不是？妈妈，哎呀，求求您了，您说杀了我容易，但是你们把我留着有用啊！京城肥羊那么多，我出去帮你们抓肥羊啊，回头那钱全都给你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放了我啊！哎呀，你这小丫头啊，果然是有点意思。妈妈我呀，训练了那么多女孩子，她们也全是中堂大人千挑万选出来的，可是她们呀，没有一个有你的美貌，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机灵。所以妈妈，你这意思是可以放了我啦？哎呦，我哪敢放了你呀？哎，不过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，也不能白收了你的金元宝，不是？我今天呀，就是来给你指条生路的。妈妈，请说。易姑娘那一番谎话，说的是声情并茂，丝毫没有破绽，居然连老奸巨猾的鳌拜都被她骗过去了。这鬼丫头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胆大包天。她虽然骗过了鳌拜，可是也被鳌拜带进了鳌府。鳌拜究竟会怎么处置她，还很难说。我们呀，在鳌拜府中也发展了内线，不过鳌拜不信任我们，我们的人只能在外围当差。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。鳌拜性情暴虐，易欢在他手里非常危险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少主，龙三少爷那边差人来问，可救出易欢少侠了，是不是需要什么协助之处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还没有找到易欢，不过我们会自行解决，就不麻烦他们了。多谢他们的好意。是。妈妈，你选对人了。看我，大杏仁眼，大双眼皮儿，大美女，而且关键是我肤白发黑，大长腿，娇俏可爱，大美人儿。你选我真是选对了，我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儿啊！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怎么，你不答应？这中堂大人可不缺钱，他缺的只有美女。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那能不能先给我上一盘烤鸭，再来一壶桂花酿啊？我得吃饱肚子才有思考的余地嘛。唉，小虎，通知鳌府的内应，告诉他，我会在府外100丈之内的地方等他的消息。一旦鳌拜要杀易欢，让他立刻发出信号。少盟主的意思是，万一鳌拜要杀易姑娘，您就亲自冲进去救她。鳌府戒备森严，少盟主的身份非比寻常，千万不可冲动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自不会冒险。不过如果鳌拜真的要杀易欢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少盟主对易姑娘情深意重，只可惜她还懵懵懂懂，不知珍惜，反倒给您惹麻烦。易欢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怪他。你快打探消息吧，我也要召集人手，做好随时闯府救人的准备。属下遵命。看来易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哥哥不肯告诉我们实话。
是啊，主子。不过这事我看您就别太着急了。他们江湖人士出了事情，总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。再说了，现在咱们也不方便出手啊。你派一些人在慈航药铺外守着，一有消息马上通报。主子，您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您还是先回府吧，不然的话，这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可又得怪罪奴才了呀。走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您这整只烤鸭都吃完了，还没考虑好呢。好了好了，带我去梳洗打扮，我要去见中堂大人。就知道你是个机灵的丫头。刘妈妈，哎，你真觉得易欢这个丫头，她合适吗？大人，这宫中虽然美女如云，可大多怯懦胆小，像易欢这么娇俏活泼、聪慧机灵的女孩子不多。如今啊，皇上正当青春年少，应该呀，很容易就被这种女孩子吸引的。这个丫头啊，生性胆大，喜欢疯，我真怕她入了宫以后啊，咱们不好掌控。易欢这丫头啊，是有很多弱点，贪财贪吃，又贪荣华富贵，怕苦怕疼还怕死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就被掌控。况且呀，咱们还可以给她服用大补丸呢，到时候不怕她不听咱的话。咱们先后也送了不少的女子进宫，可是只有一个被皇上宠幸，只可惜又被新来的厉贵人抢去了风头。眼下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，这一次只能再赌一回了。哦，不过老身这眼下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丫头她会武功，只怕进宫之后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这倒无妨。咱们满族的姑娘从小跟着父兄在马背上长大，会骑马射箭，这是寻常之事。这样，老夫为她伪造一个武将之女的身份，这样一来，她会一些简单的武功，不就说得过去了吗？对。老爷，易姑娘已经梳洗完毕，正在厅外等候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
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个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他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他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玉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？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您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哦，那你告诉老夫，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玉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，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附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
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。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、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义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巧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如今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邸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，易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。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，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要不然您就先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。哦，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羞死了。快回去吃饭吧。鸭子，
一一安排内线救你。进来吧。易姑娘，您要的桂花酿。玉欢姑娘说，她决定将计就计，待进宫之后，把鳌拜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龙三，以挑起鳌拜和康熙小皇帝的矛盾。易欢虽然口口声声反对我们光复大明，但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帮助我。玉欢姑娘还说，鳌拜对她不太信任，正在满京城查找他失散的哥哥。为了不让鳌拜起疑心，还请少盟主做好准备，配合他演好这出兄妹相认的戏码。知道了。头，这条街上药房都查过了，没有咱们要找的人。全连头。是。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收获。跟我走。是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，各位军爷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儿可有一个叫李建清的年轻的郎中？有，不过正在给病人看病呢。军爷，你就是李建清？正是。好了，怎么，军爷想要看病吗？府中人士。是。军爷这是干什么？太好了，李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啊，果然是冰雪聪明。不管是给她安排的身世，还是要她熟悉的材料，那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还有那些重要的私密记忆，我昨夜都已传授给她了。好。果然是个好苗子，易欢啊，再有3日你就该入宫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。你入了宫以后，老夫就不能安排人照顾你了，以免他人怀疑你是老夫安排的人。至于你是否能避开后宫那些复杂的算计，能否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邀得圣宠，这一切就得全靠你自己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的。好，今天义父还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相信你一定会开心的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大哥。你是小妹，大哥，小妹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小妹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心里多着急啊。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小美，大哥，没事就好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啊！快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义父，快给义父跪下。草民李建清，拜见中堂大人。一谢大人救了欢妹，二谢大人让我们兄妹团聚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义父让你坐呢。主子，有李少侠的消息了。怎么样？他可安好？安全，只是落在了鳌拜的手里。鳌拜？恕草民冒昧，中堂大人最近是否经常心神烦躁？是否无论何种美食，都是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？你怎么知道？医者
望闻问切，可知百病。草民看中堂大人的脸色，似有思虑过度之症。这过思则伤脾胃，也伤元神，自然会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这个简单，待草民为大人号个脉，开几副方子调养调养，自能改善。早就听易欢说过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自幼跟着师傅在外游历行医，学了一身的好医术。虽然是不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，但也是救人无数。今日一见才知道，他所言非虚啊。老夫现在年龄大了，经常身体不适，你可否愿意留在府上为老夫效力呢？这个老坏蛋，果然还是不放心，想拿朱哥哥做人质。草民做了多年的游方郎中，虽然学到了不少民间的验方，但四处漂泊，甚是辛苦，所以想在京城安顿下来，慢慢谋个前程。只是坐堂问诊，收入微薄，若能投靠在中堂大人门下，草民自是求之不得。这是老夫府上特制的大补丸，你如若真心投靠在老夫的门下，那你就和你妹妹一样，服下一颗吧。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按时给你们兄妹二人送上一颗大补丸。以你的医术，你应该知道这大补丸的功效。但若是你不肯服下这颗大补丸，那老夫又该如何敢放心的去栽培你？草民只求守护我这唯一的妹妹，顺便为自己谋个好的前程，所以草民一定会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唯命是从。义父，女儿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义父可以答应。你尽管说，只要老夫做得到，都会满足你。可不可以在宫中也给我哥哥某一份差事啊？因为这样我们两个既可以互相照顾对方，而且不用经过他人之嘴传给您宫中什么事儿啊，直接让我哥哥来跟您说，既方便又安全。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不错。眼下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宫中的太医院本月之中就有一个老病告退，一个回乡丁忧，眼下还正缺人手。以李先生的精湛医术啊，老夫完全可以在太医院为你留一个职务，这样你们兄妹二人联络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多谢义父。只是这宫中禁忌甚多，你们二人入宫以后，切不可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兄妹关系。女儿知道了。草民明白。前段时间皇上龙体欠安，精神倦怠，神思恍惚，可不知道为何又突然好了。李先生，你到了太医院以后，帮老夫多加留意，看看是哪位太医医术如此高明，这么轻松就医好了皇上的龙疾。老坏蛋，你是想查出谁解了你给皇上下的毒吧？草民明白，草民一定会多加留意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大人汇报。鳌拜逼着李易欢服下了大补丸，说什么要把他送到宫里去，给他做密探。大补丸？对。李建清说了，这大补丸是鳌拜独门秘制的毒药，说这种毒药服下去之后，必须每个月继续服用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就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那易欢吃下来这大补丸，岂不是要终生受制于鳌拜？是啊，主子，眼下看来，只能是这样了。哦，李建清还说了，希望龙三少爷把李易欢被鳌拜胁迫的事情，悄悄地告诉皇上，这样在宫里也好有所照应。他还说了，他们兄弟绝不会为虎作伥，做任何对皇上不利的事情。
主子，您息怒啊！这个鳌拜越发的胆大妄为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李建清，就说我会尽快禀明皇上，在宫里对奕欢多加照拂。好，还有，皇上会尽快的去找鳌拜，为奕欢拿到解药，让他放心吧。这。 走路的时候呢，手不能抬得太高，也不能放得太低，要恰到好处，这是规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继续吧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我们这都练了2个时辰了，这早就过了饭点了，我们现在又累又渴的，能不能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啊？不可以。 什么时候你们练好了，我觉得合格了才能休息。继续走吧。停！奕欢，谁让你坐下的？刘嬷嬷。 我的脚破皮了，我走不动了。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，怎么能擅自休息呢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违反宫规。这也算违反宫规啊？当然，在这个宫里，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，说宫里不允许的话，全都是违反宫规。你知道去年的秀女里面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胭脂鱼，后来那个鱼胀死了。 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！饿死了，这么残酷的处罚，刘嬷嬷，那我向你请示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不可以。起来继续。好疼啊！刘嬷嬷，怎么了？我脑袋痒痒，能不能挠挠啊？准。刘嬷嬷，说。 我想，对不起啊，您肯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下回憋住嘛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哦。嬷嬷，你又怎么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你举3次手了？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。 什么事儿说？我想放屁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我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您抬杠，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？少跟我抬杠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？来人呐！ 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您可知道吏部尚书丁大人啊？我当然知道啊。那您可知道他是谁的干儿子啊？中堂大人。你的，哎呀，
响鼓不用重锤吧？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透吧？算了，我就看在你讲磨破皮的份上，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刘嬷嬷。继续练呐。这就是咱们的院判大人。院判大人，你就是新来的李太医。晚辈李建清，望院判大人多多关照。这年纪轻轻就能到这太医院来当值，想必一定有过人之处吧？这些灵芝呢，有10年生的、20年生的、30年生的、100年生的。药工们在晾晒灵芝的时候，突然下雨了，他们慌慌张张地抢收，把一些灵芝混在一起了。不知李太医可否3日之内将这些灵芝按年份分开，以便配药之用啊？3天时间，恐怕不合适吧？那你需要多长时间呢？1炷香。1炷香，这也太高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自己坐着，有吃有喝的，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受累。没事吧？起来。你们3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不好好练习，在这捣什么乱呢？在这跪2个时辰。刘嬷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，滑了脚。嬷嬷，这儿有蚕豆，您看，玉兰姐姐准是不小心踩到了才摔倒的。这怎么会有个蚕豆呢？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啊，我刚刚噎着了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噎着了？刚才口水没倒过来，一下子噎着了。口水没倒过来呀？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，还想蒙我？手拿过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手拿过来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刘嬷嬷。哼，你还想抵赖吗？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呀。来人呐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忘了，我呢可是中堂大人的。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。
你以为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？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，中堂大人怎么会派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？你既然那么嘴馋，又担心挨饿，那我就罚你今天闭门思过，谁都不许给他吃喝。什么？灵芝他可以怎么都镇住一家，精妙。宣判大人，晚辈已将灵芝分好，请大人检视。对呀，就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。年纪轻轻，有如此造诣，实属不简单呐。晚辈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日后还要仰仗大人多多关照。好，有真才实学，不骄傲。李太医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还好还有一颗小蚕豆。好好吃。但是还是好饿呀，我要饿死了，饿死人了，饿死人了！喝点水顶顶饱吧。不是吧？啊！哎呀，好饿呀！好饿呀，饿死啦！好呀。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，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。龙小弟啊，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？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？哼！哎呀！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？人呢？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饿死了！晚上有生鱼片吃了，耶！走着，走了，生鱼片。太太爷，太太爷，太爷，太爷。嘿，
了。哎呦，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！吓我一跳。你还说是不是？行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哼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嗨，你师傅没教过你吗？祸从口出，被我逮着了吧？走。哟，哎呀，进宫就要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知道吗？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。聒噪，不许再说了啊！喂，不是吧？我没杀你啊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不是吧？我把你给憋死了！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要不然我给你念《金刚经》超度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咱们储秀宫里喂了几年的鹦鹉，居然不翼而飞了。养在池塘里的锦鲤也少了一条。说吧，谁干的？知道吗？嬷嬷，玉兰荣和秀禾昨晚出去过。玉兰、荣慧、秀禾，你们出来。昨天晚上，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秀禾妹妹半夜要小解，夜里黑，她一个人害怕，我和荣慧陪她去的。只是去小解。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，顺便偷个鸟、抓个鱼什么的？嬷嬷明鉴，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？可是除了你们三个，就没人离开过房间。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来人，把这三个给我拖下去掌嘴，打到招了为止。嬷嬷饶命啊！嬷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慢着，昨天除了他们三个，还有人离开过房间。谁？我。你？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？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！是啊，我闭门思过了。我一天没吃没喝，但是我总得拉撒呀。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不便发问。这批秀女里边就属你胆子大，准是你昨天饿了一天，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？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？捉贼得拿赃啊！我有没有冤枉你呢？我自然会查清楚的。不过这储秀宫呢，夜里会落锁，外人进不来，里面也出不去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一块儿给吃了？来人呐，给我搜！这，哼，老东西，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刘某某没有。这个丝帕是你的吧？人赃俱在，还想抵赖吗？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被发现了。不过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啊，我是路过，我就看着这只鹦鹉想偷吃那条鱼，我就想着赶紧制止啊，我就拿我那个丝帕往他脸上一捂，没想到他就死了。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跟我口吐妄言呢！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20大板的，看你如此顽劣，
胆30。这……哎，等一下！刘嬷嬷，您别忘了，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呐。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信，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？拖出去打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慢着。刘嬷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个秀女，我瞧着倒是挺有眼缘的，就替她说个情吧。昨儿个皇上赏赐我很多珠宝玉器，只是这个镯子我戴着太大了，想来这大小啊，正适合嬷嬷你呢。哎呦，那就多谢厉贵人赏赐了。今天这事儿就看在厉贵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那就多谢嬷嬷了。这个秀女有些不懂规矩，不过长得嘛倒是挺可人的。嬷嬷不如把她交给我，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。厉贵人，你亲自调教，那自然是一小主的福分了。易欢，还不谢过厉贵人？易欢，谢过厉贵人。徐姐姐，师傅们真的不应该把你安排进宫。这大清的皇上是咱们最大的敌人，你却要委曲求全，委身于他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就堵得慌。你也别太怪师傅们了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尽快找到铜匣，拿到藏宝图和议事名册，壮大咱们联盟的力量。可是这是牺牲了你一生的幸福啊！个人的幸福比起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足为道。更何况，我早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如果不是六师傅收养我，我可能早就冻死在冰天雪地了。我跟六师傅名为师徒，实则亲同母女。可惜，好日子没过多少年，梅花门就遭到了血洗。
青春去找靖王，为我梅花门报仇。爷爷，我们跟你一起走。那个时候，我年纪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六师傅告诉我，那些杀手全都是清廷的走狗，凡是不归顺清廷的武林门派，全都遭到了血洗。这么深的血海深仇，让你一个弱女子来报，实在是…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跟我还不是一样吗？咱们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都是同样的命运。就连你和大师兄，你们一个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一个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，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也冒着险潜入这紫禁城了吗？可是我不一样啊，我进宫是为了引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，只要一旦得手，我们就可以撤了。可是你要一直以身试敌，留在这紫禁城里，直到找到铜匣为止。你也不用太替我担心，我一进宫就得到了皇上的宠爱。我跟六师傅正努力在宫中收买耳目，拓展资源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。雪姐姐，从小我就觉得吧，大人为什么总是宠你，给你贵重的首饰、好看的衣服，谷里牛羊挤的奶不给我们喝，却给你泡澡，原来是想把你养大送进宫里啊！哎呦，我小时候实在是太小心眼了，居然还会嫉妒你。一欢，那个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，难免会争大人的宠。以前全谷的人都宠着你，可我一进谷，大家却更宠爱我了。换作是我啊，我也会嫉妒。但现在你都知道了，在师傅们的心里，最宠爱的人始终都是你。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跟猪哥哥已经进了宫了，而且我还结识了皇上的心腹侍卫，叫做龙三。我们也会想尽办法帮你一起找到铜匣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个龙潭虎穴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雪姐姐，你看我这个好看吗？走得还真稳。爹，雪姐姐，那不是我爹吗？他怎么进宫当太监了？那不是你爹，那是李德福李公公，大内总管。厉贵人吉祥。李公公安好。孝女李一欢给李公公请安。薛姐姐，你没骗我吧？那个太监真的不是我爹啊？他真的不是。我刚进宫的时候，一看到他，也把我吓一跳，差一点把他错认成大师傅。可我再多看几眼，就看出了差别。大师傅为人严正，心地坦荡，脸上的神情总是很严肃，喜怒都能看得出来。而这个李公公却是个深藏不露的笑面虎。你永远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怪不得，你都被封为贵人了，他对你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恭敬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来，这李公公啊，是这宫里的大内总管，在这宫里面很有权势，再加上深得太皇太后的宠信，所以啊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特别巴结他。连皇后都不例外。
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贵人，他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怪不得呢。这个李公公刚才还对你打声招呼，跟我连理都不理。欢儿，你以后见到李公公一定要主动打招呼行礼。这紫禁城可不比咱们明珠谷。哦，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稍有疏忽就得罪了人，别人在背后害你，你却一无所知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哎呦，这皇宫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吗？你呀，从小一向在外面野惯了，如今也身不由己进了宫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你和你那个结拜兄弟龙三联系上没有？别说了，根本就没有。我们这个刘嬷嬷简直不是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脱他那些眼线，我只好让朱哥哥帮我去联系了。那就希望大师兄能够联系到龙三，让这个龙三在皇上面前帮你周旋，这样你还能安全一些。不然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也保护不了你。薛姐姐，六师傅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皇宫的厉害了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让薛姐姐、六师傅跟朱哥哥为难了，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。你说的话我们可不敢相信，但愿吧，但愿啊，你能老实一点。皇上有旨，宣易欢姑娘侍寝。臣女易欢，谢皇上恩典。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，还迎来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牵挂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你爱照我心，献情礼物，留下无悔的情愫。李公公，李公公，我要换的衣裙在哪儿啊？易欢姑娘，侍寝是不能穿任何衣服的。你要是沐浴完了，就请出来，我们为您裹上红绸，然后呢，就抬去皇上的寝宫。不能穿衣服啊？对，就连任何首饰都不能戴。那你别进来啊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们出去！不行，必须由我们亲自给你裹好红绸，顺便检视一下易欢姑娘的身体皮肤状态，看看有没有突发的瑕疵，以防止易欢姑娘夹带其他的物品。那哪行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出去，等我穿好了叫你们。敬事房太监主要负责皇上和后宫所有嫔妃的房中之事。易欢姑娘入宫之后，难道就没有学习过吗？学是学过了，但我现在不是还有点不习惯吗？这。哎，你们！
易欢小主，你居然会轻功！我爹啊是武将，所以从小呢，我跟他学过一些。哦，公公啊，我也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啊不能破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咱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？我进宫之前呢，我爹给我留了许多提己钱，明天我好好重谢3位公公，怎么样？好吧，那只此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知道了。哎，那个公公，我把那个丝巾拿一下，我的丝巾，我的丝巾，我的丝巾！哎，公公！易欢姑娘，别说丝巾了，一根丝线都不能带。我的丝巾，公公，我的丝巾！易欢姑娘啊，一会儿皇上可就来临幸你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之前学过的规矩哦，好好的侍奉皇上。好，挂帘子。这。原来这就是皇帝的寝宫啊！也不知道龙小弟究竟和康熙那个小皇帝说好了没有？朱哥哥给我准备的丝巾没有了，万一这小皇帝临时起了色心，假戏真做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完了！朱哥哥要是看到我穿成这个样子，肯定会气个半死。要不趁这个小皇帝还没来，我赶紧溜了吧。万一那个小皇帝怒了要砍我的脑袋，那龙小弟肯定会帮我求情啊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谁啊？除了朕，还能有谁啊？你是皇上？你是皇上，为什么要戴面具啊？朕喜欢在临幸后宫嫔妃之时，玩一些有情趣的小游戏。臣女易欢叩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那么拘束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原来您这么和气啊！我一直……不，说错了，臣女是臣女。没关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朕允许你自称我，这样说起话来才更自在。对了，你刚刚要去哪儿啊？我刚刚觉得这屋太黑了，我打算出去找几盏灯，拿回来点一下。朕在就寝的时候啊，喜欢光线暗一些。皇上！您别把最后一盏灯也吹灭了，我怕黑。别怕，有朕。
微臣李建清叩见厉贵人。李太医免礼。谢厉贵人。有劳厉贵人。你看起来好像在发抖啊，很怕震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屋子比较冷而已。哦，你穿的这么少啊，难怪会冷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朕的龙床上躺一会儿，盖着被子暖暖身子。哦，让我上床，这小皇帝果然没安好心。我突然不冷了。那就让朕抱抱你，替你暖暖身子。你果然很怕朕啊！可是朕听龙三说过，你的胆子一向很大，你在他面前提起朕来，那可是从来都不怕的呀。皇上，我不是怕你，我就是怕你离我太近了。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朕和你说好了什么呀？不是我跟您说好的，是龙三跟你说好的。您忘了，咱们这次只是将计就计，您假装宠幸我，为了博取鳌拜的信任啊。今天晚上的事情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朕确实是和龙三定下了这条将计就计之策，只是这漫漫长夜，何苦虚度？咱们也不必演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再说了，这全天下又有哪一个女子不想做朕的女人呢？皇上，这天下女子也不尽是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啊。对大多数女人来说，她们与其与这个后宫佳丽3000争宠，不如找到一个白头偕老、心心相印的有情人。那唐代鱼玄机就说过呀：“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朕自13岁大婚以来，还从未有人跟朕说过这样的话。皇上，您生气了？你不会砍我头吧？你当朕是杀人狂魔吗？动不动就随便砍别人的头。你这句话非但没有激怒朕，反倒更加激起了朕的兴致。我看咱们也不必苦苦做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待共度良宵之后，朕便封你做贵人。皇上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皇上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见到殿内没了灯光，又有打斗之声，还以为来了刺客，所以赶紧进来护驾。刺客？什么刺客？哪有什么刺客？没有朕的旨意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这……好了，别再动手了。再动手的话，真把你当刺客，你这颗脑袋就真的搬家了。你哭什么呀？皇上欺负人！朕怎么就欺负你了？是你先对朕出的手啊！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朕的龙床上对朕大打出手，只怕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个敢在龙床上对皇帝大打出手的女人吧？皇上强词夺理，明明就说好了，还强迫人家，人家不想反抗还不让，反抗打不过人家就吓唬人家，哪有这样的？朕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要是被外边的太监给听见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朕欺负你一个弱女子呢。
那皇上你离我远点，我就不哭了。你让朕远点，朕就远点，那朕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龙小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还说皇上是个正人君子，结果皇上就欺负一个弱女子。来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哎，朕不跟你这个小女子一般见识。去找太医院的当值赵方抓药，我还要留下来给厉贵人扎针。是。你去烧壶热水，一会儿我要替厉贵人更衣。是。雪师妹，大师兄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会呢？你们师兄妹好好聊一聊，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。你找什么呢？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。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？朕也不想传太监打扰我们。哎，你又想干嘛？放心吧，朕不会动你的。朕堂堂天子，一言九鼎，给你擦个眼泪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亏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。哎，他是现在看到你哭得跟鼻涕虫似的，还不笑话死你？其实我在龙三面前好多都是吹牛的，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勇敢，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，我也从来没被哪个登徒子轻薄过，何况是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轻薄过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朕听出来了。你是拐着弯儿骂朕是个好色轻薄的登徒子是吧？臣女不敢，臣女没这么说。皇上，臣女能不能请求皇上一件事啊？说来听听。您能不能别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我龙小弟啊？如果你告诉他的话，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充老大了。哎呀，朕又不是长舌妇。不会告诉他的。哎，不过朕保全了你在结拜兄弟面前的形象，你要怎么答谢朕呢？皇上，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也是最有钱的财主，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儿勒索我一个身无分文、身无寸缕的小女子啊？又是朕的不是啊！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朕的不是啊？什么声音？是我肚子叫。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特别饿。朕想起来了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。龙三跟朕说过，你现在在替朕办差，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谢皇上，我想吃烤鸭、炸虾丸子、蒸乳酪，还有黄焖小羊排，还有素八碟、珍珠翡翠羹、水晶包子、豌豆黄，再加一壶桂花酿。哎，皇上，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这个是龙三跟朕说的。龙三跟朕说呀，你们两个头2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你都在跟他抢吃的，朕听着有趣儿，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这个龙三，以后再也不理他，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？朕可不是人家，朕是皇上。来人，掌灯，传膳。倾城，你进宫的这些日子以来，过得还好吗？我不得不离开你们这些亲人朋友，来到这个活死人墓一样的紫禁城，和成百上千的女人争奇斗艳，来取悦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你说我能过得好吗？对不起，倾城，
要你冒名顶替舒婉欣进宫的方案，我本来是不同意的。可这是6位师父一致的决定，我也无力反对。大师兄，你不必自责。就算你反对，我也会主动要求进宫的。毕竟我们这些在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人能为自己活着。就连单纯任性的小师妹，不也阴差阳错的进了宫吗？是我太无能了，还要让你们几个女孩子冒这样的风险，忍受这样的侮辱。今晚，易欢也要被召去侍寝了，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。饱啦。吃好了。谢皇上恩赐。撤掉吧。这。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儿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，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。人生3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。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说得对。食色是人之本性，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。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。就能让他乖乖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啊！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！你又想干嘛呀？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儿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。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色狼皇帝还真是耐心啊！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？这可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！你累了啊？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。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呢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我这可不一样啊！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，
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您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面也有金逆桶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哎，不合适，皇上，您可饶了臣女吧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哎，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儿方便，朕不介意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了，是吗？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。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2副骰盅。哎，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什么？对啊，我以前被召去侍寝，都是这样的程序。这是清宫特有的规矩，任何侍寝的女人都不能幸免。那易欢，现在岂不是很危险？大师兄，你先别担心，小师妹机智聪明，她自有办法应对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可她毕竟年少单纯，又毫无应付男女之事的经验，而且这是在宫里，她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男人，而是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。大师兄，你身份特殊，千万别冲动啊！不行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要想办法去离乾清宫最近的地方，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好及时出手相救。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，那我和师父只好放弃潜伏的任务，大家一起杀出紫禁城。不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们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跟六师父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潜伏在紫禁城里，找到关系到大业成败的铜匣，还有金钥匙。我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大师兄，为了易欢的清白，你可以不顾生死，而我呢？我在这里以身试敌，你对我就只有歉疚吗？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。皇上输了，接着喝。又输了，来，我给您满上，咱们再来一局呗。不要，皇上，我不要，真不要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酒还没喝呢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。哎呀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让我看一眼。易欢姑娘。李公公，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，请回吧。可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。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还是回去吧。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，这就扛走了就。哎呀，再让我看一眼呗。哎呀，可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呀，你这么小气呢？小气小气。
今天多亏了您了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易欢姑娘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哎，今天我看皇上对待易欢姑娘，比封了正位的娘娘还要特殊。易欢姑娘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哎，多谢李公公啊！这假如以后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，还得有劳李公公多多照顾。小小诚意，小小诚意啊！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说，好说。易欢姑娘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走了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咱家带你去吧。哎呦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鳌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内线，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鳌拜的指示，所以才会不动声色的